当时我们就觉得说，几个可行的路廊方案里面，以左营这个点来去找出来出岔的话，是实务上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让我们自己先从左营站拉出来，不是往南，不是往高雄方向拉，而是往这个直接往屏东的这个方向拉的方案来去找寻。所以我们就找了2个方案，一个就是左营方案，一个燕巢方案。好，那当时的思维当然是认为说，进高雄市的这个高雄铁路地下化的这个方案因为高雄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接近完工嘛，在当时，我们应该是106年启动的，接近完工了。然后从相关的这些评估条件里面，我们认为原来所预留的这个台铁的路廊里面有部分的，因为增设了通行车站之后让我们的临时轨，也就是原来在地面上的这个临时轨拆除以后，剩下的地下的空间，是不足以去完成高铁的隧道。那所以当时我们就放弃了高雄这样的一个方案，而是从左营这个方向来去做直接拉出的评估了。那后来我们在今年4月份的审查委员会里面，有委员提出来，认为说高雄这个方案是不是请我们还要再做一些探讨？那我们当然花了一些工程上的技术评估了那后来当然是我们有评估出来，就是用所谓上下层的这个隧道的方式来去节省所谓路权的这个宽度，让高雄的这个方案变成可行，不然的话原来在条件上是初步来看是会被 screen 掉的就是会被排除掉那后来可行是我们采取了这一个，因为它大概只剩下单古道的隧道宽度的这个路权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上下叠的方式变成可行。那当然有很多的工程上的技术要去加以克服，比如说我们到了车站还是要再拉开然后离开又要再变成上下叠等等那这一部分当然就后来是比较深入的去采取这些方法，才让它变得可行。那大家今天也看到这样子进到高雄市的方案里面，相对来说它的工程经费是相对是比较高的但是也不可讳言，就是说进到高雄市，当然对于整个高雄的旧市区高雄火车站，还有高雄真正的人口核心的密集区域的服务，是相对于只有从左营直接到屏东来讲，当然是具有相对的比较上的这个优点。月底开会，当然我们期望就是可以就这些路廊方案那大家可以做一些讨论那如果说在部里面的审查会议里面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说是往哪一个路廊方案来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处理的话那铁道局这边会按照部里面审查的结果来去完成后续的必要的资料的补充，或者是继续进行下一个程序。